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又嚟到藝術陪伴嘅節目啦。咁今次好特別啊，因為我人咧就響台中嘅，咁啊啱啱好咧有兩對夫妻咧就嚟咗咧呢個澳門，咁佢哋嘅女女咧就係啱啱響呢一個台中咧係讀大學嘅，咁啊為咗個女嘅方便咧，佢哋就幫細蚊仔咧搞好晒啲嘢。咁原來咧，佢哋已經係咧二十幾年或者30年嘅天主教徒。咁咧，佢哋兩個好特別嘅就係完全唔同嘅個性啦，完全唔同嘅人啦。咁咧，但係喺埋一齊咧，就好和諧咁樣咧，就生活咗26年噶啦。咁咧，我哋就好好奇，就想問一問佢，究竟咁多年來嘅婚姻生活，佢哋又好參加咗好幾個天主教嘅善會，咁咧亦都喺裏面咧好投入嘅。咁究竟喺呢個信仰裏面咧，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嘅婚姻生活啦，同埋幫助佢哋嘅教育嘅子女嘅生活啦？佢哋兩個女女咧都係考試啊各方面嘅成績咧都表現得非常之好噶。咁我哋咧就好啦，我哋由媽咪開始先啦。好，訪問下你先。咁大家好啦。咁首先第一句説話都係懷住一份感恩嘅心啦，去感謝天主喺啲我一生裏邊咧去陪伴住去成長啦。咁我嚟住一個唔係天主教嘅家庭嘅，咁我屋企咧就只係我係一個教友。咁媽媽其實後來咧都有一啲嘅信念嘅，咁但係因為佢已經離開咗啦。咁我就好感恩就係喺我領洗咗之後咧，我就認識咗一個教會嘅團體啦，咁一路陪伴我成長。咁所以我覺得咧，能夠成為教友，而且能夠喺一個教會裏邊嘅團體裏邊咧去成長，呢啲係好重要嘅。咁我同我先生結咗婚都20幾就嚟30年啦。咁喺當中咧，咁你話冇任何嘅爭拗啊？呢個就係其實係唔係嘅，係我哋亦都經過咗好多嘅磨合啦。咁喺當中咧信仰嘅方面咧係幫助咗好大咯。咁尤其是當我哋有衝突嘅時候啦，或者有啲意見不一啊咁嘅時候咧，我本人都會祈求天主一個嘅俾一個智慧我啦，去睇下呢個嘅問題嘅存在有啲咩方法可以更好咁樣去了解到或者去處理到咯。咁先生亦都係一位天主教徒啦，咁我哋都會靜落嚟，或者我都會要求我哋一齊祈禱，或者有時我就離開咗嗰個衝突現場，自己靜落嚟去祈禱去反思咯。咁好多時都會有一個天主俾一個特別嘅信號啊，或者信息咧，令到呢件事情咧可以得到一個圓滿嘅可以處理到嘅。咁我亦都係好感恩咯。哇！原來咧我哋咧靠住天主食飯啊，係可以咧渡過所有嘅難關。而家咧我哋訪問下先生嘅睇法啦。咁其實婚姻嘅道路其實唔係一帆風順嘅。其實每一個人嘅婚姻道路咧，其實都會面對唔同嘅困難啦、挑戰啦。咁我哋用咩嘅態度去面對呢啲困難同挑戰咧，先至係重點咯。咁我哋例如問下自己有冇第一個去愛啦，有冇擺耶穌喺中間啦？咁呢啲其實都係好影響緊你點樣去處理呢啲嘅衝突、呢啲嘅挑戰嘅。咁而我記得神父講過一句為我嚟講好深刻嘅，咁佢就話：你好慘咩？你想像一下十字架上面嘅耶穌，你就唔會覺得你係最慘嘅一個。而且每一次當你面對呢啲困難挑戰嘅時候，其實都有陪伴，有耶穌嘅陪伴，有天主嘅陪伴，所以其實你唔係一個人去面對呢啲嘅困難同埋挑戰嘅。咁所以呢20幾年嘅婚姻生活，其實就係靠住呢個信仰啦。我哋有好多嘅困難挑戰咧，我哋都能夠好安穩咁樣跨越，咁樣度過咯。
哇，非常之好啊！我仲記得咧，耶穌喺沙灘上面顯現啦。咁呢個人就埋怨點解得一隻腳板嘅？耶穌就同佢講話：呢隻腳板係我㗎，我係抱住你走咁樣。哇，其實真係好溫馨。其實我喺呢幾廿年嘅教友生活咧，我明白咗個好大嘅重點啊，就係其實咧，天主咧，耶穌咧，日日都愛住我哋，關心我哋，幫助我哋。但係我哋點解會覺得自己咁慘咧？可能自己嘅自我啦，搞到自己好慘啊，或者自己咧，自我主義啊，會覺得，我就應該要咁樣咁樣咁樣，人哋唔聽我話咧，我就唔開心等等，咁啊搞到自己咧，即係一鑊泡咁樣。其實唔係話天主離開我哋，係我哋離開天主啊。咁咧就想問下啦，嗱，你哋咁多年來嘅婚姻生活，即係咁樣都關關難過關過啦，同埋亦都即係好認同我哋嘅耶穌啦，即係佢仲加慘過我哋啊！可以幫到我哋跨越咁多。咁請問而家咧有好多人咧都係每兩對夫妻就一對夫妻離婚咁樣。咁你哋點樣用一個咩嘅睇法或者勸誡而家嘅夫妻咧點樣結咗婚新嘅婚姻生活點樣去經營佢哋嘅生活咧？可唔可以俾啲鼓勵我哋啊？咁係啊，因為而家離婚率咧同結婚率咧都可能差唔多。咁點解會咁樣咧？其實就係好個人嘅主意咯。咁要睇翻你我哋當初點解會走埋一齊？點解會一齊會行呢一步去共建呢個婚姻生活？點解成為夫婦咧？呢個嘅原始點咯。咁其實起初拍拖嘅當然好甜蜜啦，係咪？咁但係真正嘅婚姻生活咧，其實係有艱苦嘅，因為人始終係生活喺現在啦嚇，腳踏實地。我成日記得曾經有一位修士話：腳踏實地，靈修啊、神修上面嘅嘢咧就係好離地嘅有時。咁我哋點樣腳踏實地咧？咁其實睇到耶穌真真實實真係喺呢一份嘅愛裏邊咧，犧牲咗自己，但係佢最後係一份光榮嚟嘅。大家睇到係咪？咁呢份嘅犧牲咧，唔係話好慘好慘，而係我哋睇到背後呢一份嘅美咯。呢份嘅美喺邊度咧？就係呢個愛裏邊啦。個愛字咧好特別，係個心去接受一啲事情咯。咁當你能夠成為一份嘅禮物咧，去俾對方嘅時候咧，咁大家都喜歡收禮物噶嘛。咁呢份禮物可能而家我送禮物俾人，人哋未必中意，但係你懷住一份真心真意去俾對方嘅時候咧，對方係會感受得到嘅。呢個係我好相信嘅。咁當你收到禮物嘅時候，就會好開心。咁我哋唔係話因為我送禮物出去想對方俾翻份禮物我哋，唔係嘅，係完全100%真係有一份嘅奉獻咯。唔係話偉大嘅犧牲，而係一點一滴咧。慢慢對方就可能會感受到呢份嘅真善美咧，而亦都有個同感嘅。咁呢個就係我體驗到啦。咁亦都係好希望咧，即係萬一有衝突發生嘅時候，或者有其他意見不和，大家真係能夠可以嘅話咧，理想嘅就係平心靜氣去將呢件事大家講翻出嚟，就唔好收埋喺個心裏邊，或者我忍咗佢啦、吞咗佢啦，咁會內傷嘅。一定要係講出嚟、攤開佢。可能當中會有啲僵持，或者係一個唔係咁好嘅氣氛嘅。咁但係我哋如果能夠懷住一份嘅愛去做出發嘅時候咧，慢慢去講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感受到大家呢份嘅真誠同埋愛意，同埋係想呢份關係會更加之圓滿咯。所以咧最重要就係懷住呢份嘅愛啦。咁當然呢份嘅愛除咗人之外咧，其實就有天主嘅存在啦，同埋耶穌基督呢份嘅愛嘅犧牲。但係犧牲之後呢一份嘅光榮咧，係好甜蜜嘅。大家睇下個苦字，因為做一輪我想聽咗神父所講咧，個苦字係咩咧？係草花頭，跟住點樣咧？調翻轉啊，嗰個十字加個口咧，其實用條脷去嘗嘅。咁但係嘗嘅時候咧，係甘苦與共咯，就唔好淨係得個甜，而係甘苦與共。呢個係好重要，同埋最緊要就係其實如果你冇信仰嘅時候，我哋去感受到呢份嘅甘苦與共，對方為你去付出啦，呢份嘅包容啦。如果有共同信仰嘅，就更加好啦。我哋可以擺喺翻我哋嘅信仰當中去睇翻呢啲事情咯。同埋去翻原始點，當初你揀選咗對方成為你嘅伴侶，
咁當然能夠終生更加好啦嚇。咁我哋身為天主教徒，咁喺婚姻盟約裏邊咧就係無論環境順逆，我都會永遠去尊重愛慕對方，呢個好重要，要時時記得呢句説話。好啦，嗱，我哋睇下個丈夫嘅睇法啦。咁伯多祿曾經問過耶穌啦，咁佢就話：我哋應該寬恕幾多次呢？咁我想改呢個問題，就因為我哋應該去愛幾多次呢？咁耶穌嘅回答都係70個7次。每一次去愛，其實你都係要放棄自己一啲嘅想法啦，一啲嘅固執嘅觀念啦。咁其實呢個就係維持生活嗰份關係嘅重點。每一次都要死去自己嘅想法，然後去嘗試接納對方嘅想法。咁呢個其實係能夠更加建立一個更加和諧嘅家庭咯。哇，多謝啊！哇，今次咧真係學咗好多嘢。咁人哋話咧，夫妻咧就好似蘋果同橙，兩個都唔同嘅。咁但係咧，蘋果會欣賞橙啦，橙又會欣賞蘋果。蘋果冇嘅嘢咧，橙有啦；橙冇嘅嘢咧，蘋果有。咁啊，啱啱好一個互補作用嘅。咁啊，但願咧，我哋響天主嘅愛內啦，能夠咧繼續咧去生活，無論係甘苦與共咧，都係一份甜蜜嘅。咁就多謝大家，我哋今次嘅節目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咧一陣間有啲療癒嘅音樂引導大家咧去欣賞對方嘅。咁我哋同大家講再見好嗎？好啦，拜拜，拜拜，多謝晒。主啊，你举目向天基地，不只为门徒，也为世人呼号。愿我们在你爱中同心合一，如同你在父里，父在你里，合而为一，在你爱里，使人看见你真实的荣耀。合而为一，在你怀里，父的爱领导我们心底。你已将荣耀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体，彼此相连。你在我心内，我在你怀中，爱永远不变，直到永恒。合而为一，在你爱里，使人看见你真实的荣耀。合而为一，在你怀里，父的爱领导我们心底。父啊，我愿你所赐的人，都在你同在中看见荣光。创世以前，你就已爱我，如今你的名已被宣扬。合而为一，在你爱里，使人看见你真实的荣耀。合而为一，在你怀里，父的爱领导我们心底。你的爱永远住在我心，你自己也住在我心。合而为一，在你怀里，父的爱领导我们心底。你的爱永远住在我心，
自己也住在我心。主啊，你举目向天基地，不只为门徒，也为世人呼号。愿我们在你爱中同心合一，如同你在父里，父在你里，合而为一，在你爱里，使人看见你真实的荣耀。合而为一，在你怀里，父的爱领导我们心底。你已将荣耀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体，彼此相连。你在我心内，我在你怀中，爱永远不变，直到永恒。合而为一，在你爱里，使人看见你真实的荣耀。合而为一，在你怀里，父的爱领导我们心底。父啊，我愿你所赐的人，都在你同在中看见荣光。创世以前你就已爱我，如今你的名已被宣扬。合而为一，在你爱里，使人看见你真实的荣耀。合而为一，在你怀里，父的爱领导我们心底。你的爱永远住在我心，你自己也住在我心。合而为一，在你怀里，父的爱领导我们心底。你的爱永远住在我心，你自己也住在我心。請大家閉上我哋嘅眼睛，做一個簡單嘅祈禱。主啊，求你幫助我哋嘅婚姻關係越嚟越好。求你幫助我哋睇到對方嘅需要，並唔係用自己嘅需要去加付於對方。主啊，求你幫助我哋能夠成日都忍耐同埋體諒對方。對方有時嘅情緒係因為我哋做得唔啱而激發㗎。求你幫助我哋有智慧嘅去用一個好嘅態度去面對對方，跟對方相處。主啊，亦都求你幫助我哋每時每刻記得點樣去為呢個家着想，為呢個家嘅和諧，為呢個家嘅各方面嘅需要
提供供給，亦都求你幫助我哋取消我哋自己嘅自我中心、自我主義，以自我為主嘅一個強勢嘅一個態度，幫助我哋每日都係謙卑嘅去生活，使到屋企每日都樂融融。以上所求，求主耶穌幫助我哋。阿們。好啦，我今次呢，我哋嘅節目呢又到咗呢度啦。希望大家呢個節目呢幫到大家開開心心面對一個開心快樂嘅婚姻生活。多謝。